香港人想嚟馬鞍渡做島主，點樣揀先唔出錯？香港嘅朋友，灣區買房既要睇區位、交通，又要諗養老住得舒唔舒服喎。咁馬鞍渡呢個中山重點發展嘅區域，雖然有佢嘅吸引之處啊，但係都有好多地方需要注意嘅。今日本地經紀同你講清講楚，帶你避坑揀對房。馬鞍渡呢個小島咧，長度大概9公里，闊度4公里，陸地面積大概36平方公里嘅。全島分為南部、中部、北部3大板塊，係中山全力打造嘅珠江西岸交通要地。經深中通道36分鐘就殺到前海啦，對接深圳嘅繁華。廣州地鐵18號線香山站啦都已經封頂啦，未來半個鐘啦就可以直達珠江新城，完全實現到深圳、廣州、中山大灣區核心3城互通啊！咁我哋先嚟講下南部啦，南部有中山客運口岸，係廣珠深互通嘅重要方式，仲有萬科商業水街、海邊露營地，節假都有好多人嚟等日出露營吹海風㗎喎。咁而家在售嘅樓盤咧就有萬科灣中新城、萬科元帥、灣中公館同埋雅居樂灣仔1號啊。萬科主打高端嘅海景大平層、別墅雙墅同埋島上少有嘅低密洋房小高層，產品嘅跨度係比較大嘅，選擇都會比較多。咁雅居樂價錢就係佢嘅優勢啦，島上最低價冇對手啊。不過南部開發強度咧就比較弱嘅。規劃中嘅地標建築同埋會展中心啦，都仲未落地，想要享受成熟配套，可能就要等翻一段時間啦。而且南部嘅價錢相對於中部同北部咧，係會高少少嘅喎，所以咧睇樓之前你一定要諗清楚啊，願唔願意為咗未來嘅期待同埋海景咧，俾啲時間俾佢。中部咧就係以高新產業為主嘅，華潤燃氣總部、江波龍、康方生物醫療、順美科技等高端產業咧都已經入駐咗啦，城市面貌咧係比較好嘅。但係中部淨係得保利一個樓盤在售啊，而且咧都係島上唯一一個有複式產品嘅，選擇性並唔多。如果你唔中意複式產品啦，咁呢度你可以直接 pass 啦。咁最後就係北部啦，北部係馬鞍渡發展最早最成型嘅一個區域，以生活休閒為主。香山地鐵站、深中通道出入口、深中跨市公交總站同埋翠湖公園咧，都係喺北部嘅。生活氣息咧都係島上最濃郁嘅，餐飲店、超市、醫療都集中喺北部。日常生活咧係島上最方便。咁而家在售嘅樓盤咧就有中興怡禧府、招商真灣府、粵海城3個。招商同埋粵海咧都係以剛需戶型為主嘅。招商嘅入住率係最高嘅，粵海咧就有江景產品。咁呢兩個樓盤咧都有業主巴士，單程5蚊雞就可以去到深圳啦。中興嘅產品類型就比較多啦，有70-80方嘅公寓，有剛需小戶型，有湖景大平層，而且咧中興都係目前島上在售樓盤裏邊咧，佢係距離地鐵站同埋深中通道出入口最近嘅一個樓盤啊。自帶商業，樓下就有食肆啊，行過對面馬路啦就係翠湖公園啦，飯後落公園散個步都幾舒服噶。咁如果你想即刻享受成熟嘅配套，又要交通方便，咁北部咧你絕對唔可以錯過。不過北部樓盤嘅同質化咧就比較嚴重喎，戶型大差不差，所以喺揀嘅時候咧，最好要揀啲景觀或者位置比較靚嘅單位。咁作為中山本地經紀，我更加清楚島上每個樓盤嘅優缺點。如果你都想喺馬鞍渡做島主，唔想踩坑買錯，咁就揾我傾傾啦。從前期嘅整理你嘅需求，同你詳細分析每個板塊、每個樓盤嘅優缺點，到全程陪你實地睇樓，再到爭取價格優惠，一條龍幫你全部搞掂啊！你只需要權衡一下再做決定就得啦。想要知道更多灣區好房資訊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。